咱国的友邦盛文心呢，是由这立场挖中国的新民主党的领袖富莱德来做总理。咱外交部是强调讲，甲盛文心之间是有44党的交情啊，所以对这段关系是真有信心的。另外一边，这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呢，两个反对党候选人其实拢表示希望讲，甲台湾会当恢复邦交。也那咱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拓展甲韩国的关系。咱加勒比海友邦盛文森出现24年来第一摆政党轮替，亲中派新民主党领袖富莱德接任新总理。因为新民主党把主张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引起外界烦恼，台情邦棋恐有变化。外交部强调，甲盛文森有44年的邦交，有信心稳住两国关系。大使已经跟他们的这个后任总理那个 Friday， 还有他的这个国会议员致贺，然后也谈了双方继续合作的这个关系。那会担心断交？那么我们当然会密切的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是还是有信心的。那要稳住甲盛文森的邦棋，进行甲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也要开始。三卡都的局面包含伫2023年甲台湾断交的现任总统卡斯楚，甲反对党国家党的阿斯夫拉，甲自由党的纳斯拉亚。选前国家党甲自由党的候选人拢表态，那当选可能恢复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洪都拉斯的养虾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再去证明那么中国用各种样的方式利诱的方式来这个建立邦交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面，开展跟洪都拉斯的关系我们会再继续的这个努力。咱即马有12个邦交国，其中伫欧洲会议的邦交国教程是不是稳固，也受到关注。外交部强调，教程未甲台湾断交。你任内教廷会不会断交吧？不会，我现在12个都很稳定。总统大清朝是不是12月启动访问友邦行程？外交部回应，相关测绘甲联络工作拢一直在做。不过相关消息按以总统府发布为准。记者综合报道。